所设立的教会，互人欢喜认罪告别，受洗礼，成做上帝的囝儿。我们要为着这个事来献上感谢。愿天的上帝搁一摆通过你想所阮的话语，互阮得到启示甲帮助，献上祈祷感谢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19世纪，俄罗斯这个国家有一位作家，名叫做契可夫，有写一篇的小说，这个小说的题目叫做《赌》，用台湾话来讲就是跋筊。内容记载有一个大银行家，真有钱，有一天在暗时的宴会中间，拄到一位少年的律师，因伫食饭了后，互相就伫遐打赌，国语叫做打赌，咱台湾话叫做小输。这个大银行家对这个少年的律师讲：只要你放弃你人生的自由，愿意伫监狱的中间待15天的时间，时间若满，我就要互你200万俄罗斯的钱，因的钱名叫做卢布啊。总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伫这15天的中间，你拢爱伫监狱的内面，袂当出来，袂当接人客。总是你有一个自由，就是你会当伫这个监狱内面耍乐器、读册、读你所爱的册，甚至爱读语言、读历史等等，你拢会使做。经过4年的中间，这个律师读600本的册，平均1年读120本的册。在监狱的中间，伊学习6种的语言，中间互伊上趣味的，就是读圣经新约的圣经。时间就安尼经过15年的时间，已经要到。总是在这15年的中间，这个大银行家因为投资伫股票以及做冒险的生意，拢大了钱。在这15年的中间，已经到伊要提出200万的苏联的钱，即使伊若爱摕出来，是一定会破产。总是这个时间愈来愈高，15年的时间愈来愈逼近咯。在这个时阵，这个大好野人，伊伫遐后悔讲：哎呀，我迄当时若莫甲伊相思来打倒这个代志，我今仔日也毋免食袂落去，困袂落去。时间愈来愈近，伊想一个办法，设施内当请一个学徒入去到伫监狱的中间，甲这个律师暗杀，将这个罪过拨互监狱才会敬畏。那安尼伊就免阁了200万的钱。但时间已经到15天的时间到，前5点钟，这个律师就对监狱的中间离开。离开的时阵就留落一条的字条，伊安尼讲：我伫监狱15天的时间，我有收入，总是这15天，互我读真侪册。特别是对圣经新约有真深的趣味，在这个中间，也互我深深体会，人活在这个世间，唔单单是为着钱财，人生是空虚甲低藏。伊就将这个条放伫迄个监狱的这个所在，当这个大财主。因为15年了后，伊已经变做一个小小的银行员啦，定。伊来到伫监狱的中间，看见这个条
迄个时阵，伊心内有真侪感触。几啊天倒伫病床，几啊天倒伫伊的眠床，拢困袂去。伫迄个眠床的中间，一直回顾这15年的中间，伊的人生，伊的目屎禁袂牢就流落来。这个短篇的小说的故事，启示咱一个人生的真理。伫咱的人生内底，当有限的物质拄着无限的时阵，咱的人生，人的人生有追求平衡价值的愿望，这就是人甲动物无共款。今咱早起要通过萨迦的故事，看伊的一生，伊怎样伫遐超出人生的财富了后，搁一个较悬的赞处，就是伊咧超出一个永恒的价值。我相信今仔日要领受洗礼，才会兄弟姊妹，伫你我的生命内底，咱拢同款咧超出一个永远活的价值。咱看撒该要要认捌耶稣的人生，伊是一个抽象的，照伫当时罗马帝国来统治以色列的习惯，每一省每一区，迄个税是用毛税，还是讲用标的税？中山区一年要有100亿来交予罗马政府，相关的人伊就提去。除了应该交予政府的钱以外，手上的人用济济的补数，用伊的气力要加收这些钱，设出100亿以外的100万，若是安尼，这个钱就属于这个抽象的，会当藏伫落地啊的中间。但撒该就是这种的人。虽然伫圣经记载讲，伊真有钱，因为伊的积富的缘故，又欺诈做人，加摕人的税，伊就成做一个有钱的人。照讲有钱，通过生活，是通过了真富裕、真快乐的生活，也毋是咧。总是伊一点仔无快乐。这钱财并袂当带予伊真正的满足甲喜乐。一生所追求这钱财、名声、地位，总是伊活了真孤单。伊无朋友，真侪人讨厌伊，无尊重伊，甚至怨恨伊。总是耶稣来到伫撒该厝，就侪人讲耶稣甲侪人做伙。众人议论耶稣为怎样来到伫这个撒该大罪人、大贼股，欺骗人、欺负阮，加纳这么侪钱。这就亲像咱想起台湾这个国家，中华民国万万岁，总是耶稣要成做撒该的朋友。耶稣讲：“我甲你讲，一个罪人的悔改，伫天顶也要安尼来欢喜。比99个无悔改义人，迄个欢喜搁较大。”伫路加福音15章第7节，咱看，这是过去撒该的人生。总是伊拄着耶稣了后，伊的人生是怎样？咱看见这个撒该彻底底的改变。伊知耶稣要对耶利哥的所在经过，圣经记载讲，伊人生了较下世，看袂到，客来客去看袂到，伊拄拄看到一丛酸栽树，就爬起到伫顶头，看见耶稣对迄个所在来经过。当耶稣看见这个撒该的时阵，就讲：撒该，你紧落来，今仔日我要踮伫你的厝。耶稣要成做撒该的好朋友。咱看见，当人拄着圣洁的主的时阵，会迄时会看到咱心内的污秽、罪过
咱的罪行。撒该也就是安尼。伫伊拄着耶稣了后，伊真仰望伊的性命会当更新，会当改变。伊伫迄个时阵做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决定，要证明伊已经悔改。圣经讲，伊要将财产的一半分予送中人。那安尼，伊把过去欺骗别人、欺诈别人的，伊拢要4倍来还伊。咱若对旧约来了解，伫出埃及记第22章第1节，咱就会当看见伫摩西五经的中间的记载，讲若有一个人偷摕别人的牛还是羊，无论你甲伊杀死，或者是你甲摕去卖，爱5只牛赔人1只牛，4只羊赔人1只羊，总是偷摕去的物件。若甲伊破坏了后，你就爱4倍来还人。撒该这种彻底的改变，毋若还人，佫将财产的一半摕出来。而且咱看见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就是撒该的悔改，单单是用嘴来讲那点。有时阵咱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常常讲啊，我忏悔，我悔改。拢放伫嘴那点，总是撒该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就是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伊性命的改变。兄弟姊妹，今日咱要领受这个洗礼，也同款，牧师毋知你过去所做什么款的代志，总是主耶稣知影。主耶稣是监察咱的心思意念的主。伊知影你过去所做的，咸菜是真侪好的代志，对人类、对社会有贡献，最的功劳。总是主耶稣嘛知影，伫咱的人生伫过去的中间，有所做真侪无好的代志，咸菜亲像撒该共款，欺骗、害人、偷摕、奸淫等等这些事，无人会知影。牧师嘛毋知影，总是咱的主知影。当这个时阵，你要领受这个洗礼的时阵，也亲像撒该共款，你真需要做一个彻底的改变，就是讲，你要用实际的行动，为着过去你亏欠别人，你要来找求别人的原谅。你过去有亏欠别人。你爱伫遐做一个彻底的报偿，若是安尼，你才会当经历伫圣神中间的顶头星，和耶稣基督的宝血来下罪，成做新创造的人。现在咱中间已经洗礼了，你也是基督徒，未免是伫你的生命内底，要有软弱，要有做真侪错误的事，同款。每一届来做礼拜时阵，就是重新伫遐认罪悔改，为着过去咱所做的这毋对的代志，无论是对人对事，咱拢爱有一个交代。若是安尼，咱才会当伫主的耶稣基督内底，真正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第二，咱看，当撒该安尼做了后。主耶稣讲，救恩就来到伫这个家庭。耶稣宣告讲，今仔日耶稣宣告安尼讲，今日救恩要来到伫这个家，因为人子来是要拯救失丧的人。换句话来讲，撒该毋若是伊甲伊的家庭、伊的某囝，拢一定得到主的赦罪、讨放，得到拯救。咸菜，伫过去一个人有真侪得到真侪财产，总是失去伊的性命，失去伊的名誉、伊的名声，有啥物价值呢？伊得到新的活命撒该，对他了后，有主耶稣所享受的平安甲喜乐，对他了后，伊恢复一个人应该有的尊严，伊伫遐经验
主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特别咱今仔日要领受洗礼的兄弟姊妹，伫礼拜中间，你也要搁一摆通过认罪悔改，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你已经伫主耶稣基督内底，要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所以你愿意安尼来做，也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伫圣神内底得到顶头生，要甲咱的天父来建立合宜的关系。那安尼就表明你要伫遐经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对答了后，你有新的活命，是主所欢喜的活命，是受祝福的人生对答要开始。特别恳求圣神来充满祝福，伫今仔日要领受洗礼的这个兄弟姊妹，互你有一个顶头生的喜乐甲欢喜，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愿感谢你的恩典赐福伫阮的中间。愿看见伫教会的存在，就是为着要传扬耶稣基督拯救的好消息。伫少年教会一年有3摆来举行这个洗礼。愿感谢上帝，通过教会的小组、团契、诗班，做兄弟姊妹同心做伙，为着这个新朋友、无道友来祈祷，互因欢喜真实悔改，用因的行为来证明因已经伫主耶稣基督内底，要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恳求圣神来充满伫这兄弟姊妹的中间，特别要领受洗礼兄弟姊妹，互因真正对答了后有新的活命，领受耶稣基督祝福的人生。献上阮的祈祷感谢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咱各位起立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338首。